为什么肠子会这样叫呢？肠子里面有空气，这样不是很正常。来运功来按摩肚子，肠胃蠕动。有的练丹田练功是拍打丹田这边的膀胱拍，第6下出那个晦气，把它出来。感恩的心，恩心，安慧，昂头挺胸，安慧，乌肾，乌肾，就跟肠胃有关系。运功，要跟肠胃有关系。要肠胃运动啊，或者是直接用手按摩，帮助肠胃蠕动，有那个气排一排，气不顺要排一排，或者要吃那个叫保卫肠胃道的健胃整肠。咕，哎呀，喊叫这个声音，来做肠胃蠕动。朗文读报了。朗文读报。可以选呢，广东话还是国语还是普通话？还有分这样哦，广东话、国语、普通话。国语是台湾这边的，普通话不是中国大陆的吗？乖。不见了嘞。暗示他的。哎呀，原来那个是广告呢，引诱人家暗示他的。你看，所以说在操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引诱人的，要小心了呢。那个不是这个手机程式的按钮了，那个是广告，还。哎呀，真的嘞，按这里就会念哦，念哪里？心。要按长按，不是说会跑出。怎么都是念心呢？奇怪，不晓得在念哪里。他只有念心啊，奇怪，其他的地方怎么都不念呢？到底哪里不会操作呢？原来这个心是从哪里来的？打字打进去的吗？打开想要朗读内容的页面，要打开那个页面呢。刚刚那个页面跑到哪里去了？
按打叉，奇怪，再操作一次。文本扫描仪啊。哎呀，都有这广告干扰的。这个叫文本扫描仪啊，高级版的封锁广告，拍摄震动，音渐亮，回到初始，推荐静音相机 QR 码阅读器啊，优秀呢。封锁广告1个月要钱，封锁广告1年要钱。哎，你看，要封锁广告要钱的，你看这样设计呀，哎呀，拍摄震动啊，拍摄为什么要震动？不要震动啊！哦，原来按那个就是要叫出图档啊，按出那个叫那个啊，都会有跑出那个广告，真麻烦。病苦都很辛苦啊！啊，不要做太久，不要做太久，不透气啊！塑胶布的啦，塑胶垫啦，不透气的都要换掉，还不会长痔疮啊！不然要多吃素啊，不要吃油炸的东西那么多啊！看按这个就是叫出图片档。怎么要处理这么久啊？不能够抹掉吗？要关广告的话，1年要花多少钱呢？1个月要花多少钱呢？你要好就要付出代价。这样要处理很久呢。哇，好棒哦！你要看来看看有没有错误，也许可以就直接听嘛，听了然后可以有那个听看看，好像怪怪的，那就是可能有错，那就要进行那个校订。哦，这个是分享的，先按笔啊，笔啊可以那个编辑文字，要先听看看有没有错误，听的过程怪怪的，就是有错误，有错误就要进行那个编辑修正。你看，用大声朗读了，开大声朗读来。哦，大声朗读，怎么不会大声朗读了？本来有会大声朗读呢。
哦，大树能。讲道实则六。短暂的称赞，不是因为法师功德大，为争功夺果而讲道，为名闻利养侍者众生香，为胜过别人侍者我香，为受众尊敬侍者人香，为功德意见侍者受者香。相反的，讲道的目的，在传播上帝的真理，做真理的代言人，是为劝导教化众生如何去耕种福田，饲养慧命，为自己能了誓愿，发大菩提心，是为了能消灭自己的业障烦恼，启发自己的般若智慧。因此，担任讲师，并不是在炫耀自己，而是为宣扬福音，当众生保姆，在五浊世界点燃一盏明灯。11. 要有博览多闻的情境，要用心求证，用智思考，用以探索，用静气机，用问讨教。编者按勤进即是勤勉进取，如何勤勉进取？就是要博览多闻，广大又多方面的见闻。博览多闻不能虎扑吞枣，需经过用心求证，用智思考，用疑探索，用静气机，用问讨教，这5个步骤，或可称为批判性思考。克里提卡尔金。1. 要有无碍的灵巧应变，灵巧是贯通的慧解，灵巧是敏捷反应，灵巧是活用的经验。至于无碍，要做到4种：1. 辩才无碍；2. 问答无碍；3. 粗玄无碍；4. 依求无碍。编令案无碍即无阻隔，如灯光互相射入，有自在通达、自在融通、自在射入等意。灵巧就是活泼不呆板，灵巧来自贯通的慧解、敏捷的反应、活用的经验。灵巧应变的能力宜发挥到自在通达的程度，也就是需做到善于辩论的才能自在无碍，发问与回答中肯终结，教理的粗玄融会贯通，所言的交易契机契理。11. 讲师应具有的内圣与修持。谦虚是接纳真理的来源，谦虚是创造进取的本质，谦虚是待人处事的礼貌，谦虚是明诚情化的功夫。11. 忍辱可以消灾解厄，忍辱可以添福少怨，忍辱可以感化群生，忍辱可以和气致祥。3. 威仪代表庄严教养，威仪是无形的说教，威仪可以获得尊敬。4. 律己者时凡行以矫枉直，寡私欲以明心性，慎言行以终结举，戒贪嗔以老师的开示。7. 但是要录影或者是直播呢，看其他找资料呢，多功的呢。还有没？放个点个呀，好没有？OK，谢谢。这个我也没鼓励，真的。
这是啥物来遮济啊？哦，这是降水，降水就行。